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总调郭建明话讲，要相罢免立法院长甲拿赢的立委。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嘛回应讲，2月初1要开始拼大罢免。民众党人郭昌是批评讲，政务委员无应该讲这款话，要求行政院长窦英泰马上撤换陈时中，无会反映伫总预算案的审查。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嘛批评在野党用总预算案来威胁。民进党立院党团总调郭建明顶一日提出双罢免的概念，主张毋但立法院长爱改选，也阁要罢免41席国民党籍区域的立委。这个举动是引起南北大声批评。柯建明昨天7000多字叨叨絮絮，重点关键只有一个，就是他要拉下韩国瑜院长，换成他自己。柯总召他永远是动足机先，他永远是在创造议题跟引领议题，他进行了他个人认为要从结构性去改变国会的生态。针对行政院政委陈时中初5去南投草屯镇长补选造势活动，呼应郭建明发出2月初1开始拼大罢免。吴国昌要求行政院长窦英泰都要随甲陈时中换掉，若无总预算案审查，伊一定会有行动。陈时中的言行已经跨越了一个政务委员应该有的分际。台湾民众党党团会要求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立即撤换政务委员陈时中。我们不乐见，但它确实已经发生。在野党总是拿着预算案来要挟执政部门。针对市卡心讲郭建明的保镖投资中国的代志，初5伊嘛发声明表示，会请律师去台北地检署告刑事加重诽谤，也有去台湾高等检察署告市卡心等人甲中国共谋，涉嫌犯国安相关的法律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